如果你都仲係考慮緊用家庭信託或者係公司名義喺澳洲買樓呢，以為可以好似網上嗰啲所謂嘅投資專家啊、KOL 咁樣呢，話可以合法避稅、將資產隱形啊，甚至乎離婚唔分身家嘅話呢，咁今日呢一條片你一定要睇到最後啦。因為澳洲嘅銀行同埋監管機構啊，啱啱聯手關上咗呢一個好重大嘅漏洞喎。咁同時，作為擁有澳洲會計師、律師同埋房地產中介3重身份嘅專業人士呢，我處理過無數咁多個案㗎。今日我會用一個專業嘅 3D 嘅角度，去一針見血咁樣去踢爆呢一啲嘅陷阱，同埋呢啲專家所講嘅一籮籮大話。我亦都會話俾你聽，點解今日咁多無良中介落力咁樣推薦你用 Family Trust 喎？咁背後隱藏住一個點樣嘅利益輸送鏈呢？我仲會引用澳洲真實嘅法庭案例同埋稅務局 ATO 嘅規定，用律師同埋會計師嘅角度去幫你清清楚楚咁樣睇清楚我哋房地產嘅黑幕。